Hello， 米高啊！今集講翻四驅車啦。咁今日係咩日子呢？就係偉高嘅比賽啦。咁場地就都係喺 PMQ 嘅。所以依家我哋嚟到中環站啦。今次試下喺香港行去香港站呢邊出，咁睇下會唔會近啲啦。有時咧拍 YouTube 咧，最大嘅難度唔係話即係喺剪片或者係上字幕，咁當然呢啲都需要好多技巧啊，亦都要諗好多劇本啊、創意啊之類啦。但係你最需要嘅咧，就係你喺一個公眾場所舉起部手機對住個鏡頭講嘢，呢個先係最難嘅心理關口。尤其對於我呢啲 I 人嚟講，係一個好大嘅心理障礙。不過我都想透過即係拍 YouTube 嘅呢個方式嚟訓練自己，咁都係一科。今次偉高嘅比賽咧就分開咗2日進行啦。尋日係學界嘅比賽，係咪淨係得學界可以參加咧？我冇去研究啦，但係就好似係行 stock class 嘅，咁即係不能夠切割嘅原則底下去進行啦。咁今日就係 open class 啦，即係你係任改啦，只要 under 田工嘅呢一個規例就可以啦。今朝個天氣咧都仲係凍凍地、涼涼地，要着外套。晏晝又唔知點解突然開始落咗毛毛雨，然後開始翳焗。因為香港嘅天氣咧真係可以令到你講粗口，所以我而家多數都會孭個背囊仔，然後着件短袖。咁背囊入邊咧就擺件薄嘅外套嚟應付香港嘅呢啲濕 NINE 嘅天氣。咁今次條軌道嘅難度位就起步一大條直路就有一個慢頭啦，然後大概隔半左右嘅距離咧就要跳入去一個上旋嘅彎啦，然後會有一個條軌相對較闊身嘅一個路段啦。咁我唔知叫咩啊，好似係叫 loose section， 總之比較闊啲啦，由窄到闊，跟住又收翻窄。咁一般如果你有彈頭尾，甚至我相信就算前後硬都唔係太大問題嘅，除非你超高速。跟住會上一個斜坡啦，然後就上45度。有機會喺拍上去45度嗰度可能會拍反架車啦。咁如果另外去 Rainbow 轉線嗰個位，亦都有可能速度太高，或者個動態控制得唔好，會飛街啦，懟咗出去啦。咁跟住翻到嚟好似係旋落嚟嘅，係啦。咁亦都係睇下你架車會唔會負角度啦，咁會唔會炒出嚟啦。咁好似難度位就係以上。咁我覺得依家比賽都幾難打㗎，因為一來大家都玩咗咁多年啦，亦都因為疫情通開翻之後，又都陸陸續續比較有規律咁搞比賽啦。咁一年都可能有幾次啦。咁大家對於慢頭或者唔同廠出嘅慢頭，其實都有相關嘅數據，而且車嘅調整嘅動態其實都相對成熟。即係而家好少見到有啲車下到9唔搭8嘅啦。即係而家呢個情況越嚟越少，所以越嚟越難打。咁好似今次比賽同以往一樣啦，都係分開 A、B 組嘅。例如可能100人報名就朝頭早50，晏晝50咁樣啦。有機會就係話你 A 組如果入咗你就等好耐啦，咁你可能要等幾個鐘，等 B 組打完啦，咁跟住先至入去第2輪啊、第3輪啊咁樣。再加上而家套件嘅興起啦，咁令到原本動手能力冇咁強，但佢本身其實可能對於車輛設定啊，或者係比賽嘅適應性其實唔差嘅情況底下，呢一班選手都上咗嚟。佢之前可能係礙於佢屋企冇辦法買嗰啲工具啊，或者佢冇辦法上車場，所以限制咗佢嘅發揮。咁而家可能有相關嘅套件出咗嚟啦，嚟彌補咗佢呢方面嘅不足啦。咁所以大家嘅嗰個實力又接近咗啦。咁當然四驅車仍然都係話，即係雖然運氣嘅成分都係有喺度，但係當然你嘅技術啊、經驗啊、臨場發揮，同埋對自己架車嘅熟悉程度係夠好嘅時候，咁當然你完賽率或者係你嘅速度都可以相對提高啦。咁呢個係絕對係啊，所以有經驗嘅一定係着數。
咁 BMX 嘅話，當然個隨機性會大啲，有時唔係話你係高手，你係經驗好豐富，咁就一定搞得掂，因為始終係限制咗，例如唔可以加提架啊，又或者係你又唔可以改避震車啊，有好多嘢系統可動性嘅系統都唔俾你裝啊。咁當然呢個隨機性就會更加大啦，尤其大家都希望推速嘅情況底下。咁但係亦都係好事嘅，因為佢係希望推廣俾新手啊嘛。咁都希望可能一啲學生啊，或者啱開始玩啊，都唔會太氣餒咯。咁可能唔會話哇第一圈已經俾人哋放到升咁樣。咁可以希望佢有繼續有呢個興趣去玩呢一個四驅車咯。而家就經過中環街市，咁佢活化咗嘅，原本係即係街市嚟，咁而家活化咗係有飲食啦、消費啦、市集啦、展覽，唔同嘅一個多功能嘅一個活化嘅一個建築物，有 cafe， 咁亦都保留咗佢一個好經典嘅樓梯，咁由中間將個建築物一開二上下層嘅一個設計啦，咁亦都保留咗嘅。好多人都喺度打卡。咁啊，講咗咁耐啦，係啊，仲未到嘅。PMQ 咧，佢係喺半山嗰度有條斜路，咁我呢度就搭香港好出名嘅一個登山電梯啦。咁啊，今次我覺得喺香港站出相對舒服啲。之前喺中環站出咧，條街太多人，好難行。咁佢呢一度上半山有大館啊、PMQ 啊、蘭桂坊啊咁樣。埋條斜路就到啦。咁今次偉高咧，呢個係咩比賽咧？係一個亞洲選拔賽。咁尋日學界啦，頭3名同埋今日 Open Class 頭3名就可以代表香港去參加呢一個田宮迷你四驅車亞洲賽啦。咁都好有幸代表過香港參加2次嘅亞洲賽，咁個體驗係非常之正嘅。嚟到比賽場地啦，就係呢邊 PMQ， 今次喺地下揾翻個入口先。
啱啱跑咗第一次，就第2圈翻嚟炒，個慢頭懟咗出去，太快啦！咁我第一次係用 Hyper 嘅3.7次，咁我而家都會繼續用翻 Hyper， 但會降一降個摩打咯。咁而家其他 setting 都冇變，因為我見我跑第1圈，其他嘅難度位好似冇乜特別有咩狀況，主要係跳慢頭嘅嗰個距離咯。咁我見我個速度，我一 round 就還可以嘅，所以今一 round 好好速。加油！晉級啦！啱啱將個摩打降翻速，咁跳嗰個慢頭嘅距離控制咗，咁就入到個上旋彎啦。OK， 咁而家就等晏晝即係完咗呢個 B 組啦，咁啊等第2輪，咁啊5點鐘之後開始。